大家好，我係 JK， 今次會同大家講下多夢。多夢會影響睡眠質素，甚至失眠。中醫會將多夢症分4種：一、心脾兩虛，會出現便溏、腹脹、無力等症狀，建議健脾養心，用龜皮湯有助緩解。二、心神不交，會有煩熱、心悸、腰膝酸軟等，建議滋陰降火，飲黃連阿膠湯有助緩解。三、心膽氣虛，會出現情緒緊張、精神恍惚等，建議益氣鎮驚，用安神定志丸或者酸棗仁湯有助緩解。四、痰火內擾，會有急躁易怒、舌紅、脷苔黃膩等症狀，建議清熱化痰，飲黃連溫膽湯會有幫助。按呢3個穴位都有舒緩作用。安眠穴喺耳後翳風同風池穴連線中點呢個位置，耳神門穴喺耳仔3個窩內呢個位置，勞宮穴喺掌心握拳時中指指住呢個位置。每個穴位只要按到有少少酸脹就 OK， 按嘅時候只要冇唔舒服，按多幾次都可以。希望呢條片幫到大家改善多夢問題。最後記得留言攞走安神助眠食譜，最好 like 同 share 喎，下次見。